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邀请你，不管你是在现场的聚会，或是在线上的聚会，我们都一起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能够来寻求神。在这个礼拜，我读到一节的经节，我也跟大家分享。他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能够寻求神，将你的需要能够摆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绝对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会充充足足，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能够倾福给你。好吧，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或许在家里，或是在教会，还在你工作的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将你的心能够来转向神，能够来寻求神，说主啊，我这时候要来亲近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时空不能够限制我来亲近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的心能够来向神，能够献上仰望。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啊，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上帝你的儿女。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呼召我们能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每个地区，主啊，在每个地方，透过线上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上帝你透过这样的方式，主啊，将你的福音广传在更多的地方。很多地方我们到不了，主啊，但是手机通讯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再当主啊，上帝的福音能够进入到那个地方。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上帝你就差遣你的使者能够进到那个地方，能够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做工在他们的当中。谢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为了今天晚上祷告的聚会，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向你献上仰望。好不好？我们再来做个祷告，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他保守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碰到疫情虽然我们前一阵子好像遇到 Delta 的病毒，但是上帝，你看到上帝一步一步来带领，在保守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上帝拣选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向神献上感谢，也求上帝的圣灵更多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拣选我们。主啊，感谢你使用我们。主啊，能够成为祷告的人，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能够成为上帝你所爱的人，让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求你再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也进到那些在我们线上聚会我们不能到的地方。当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主你的圣灵就充满在那个地方，主你的圣灵就自由的运行在那个地方，让那个地方充满了神你的大能，充满了神你的荣耀。当我们举手来敬拜，举手来仰望的时候，神你就大大的祝福，将你的荣耀，你的眼光能够照耀在那个地方。谢谢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耶稣，感谢你，主啊，愿神你掌权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从头到末了，让你的名得到高举和荣耀。谢谢耶稣，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新歌，唱一首很轻快的歌，让我们可以用轻快、很轻松的心情，你可以在家里或是在教会摇摆你的身体，因为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但是它是一首赞美的诗歌，让我们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能够来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唱，来。让我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殿中喜乐无比，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
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唱主恩基位，就让你真美善，地上赞美你，喜乐又满溢，忧伤尽都褪去。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唱主恩滋味，就让你真美善，地上赞美你，喜乐又满溢，忧伤尽都褪去。让我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来赞美你。我们一起能够来尝主恩的滋味，让上帝的喜乐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人，能够成为一个颂赞你的人。主啊，当我们跳舞欢呼，能够来称颂你的名的时候，主啊，让上帝你的喜乐能够来充满我们，让上帝的恩手能够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你是美善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披上赞美的衣。主啊，让我们能够用大能，主啊，能够来跳舞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再唱一次来，让我说，让我说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唱主恩之味，就知道你真美善，地上赞美你，喜乐又满溢，忧伤尽都褪去。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唱主恩之味，就知道你真美善，地上赞美你，喜乐又满溢，忧伤尽都褪去。一起说，让我说颂赞归于你，哈利路亚，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都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让我说颂赞归于你，更多来敬拜我们的神，能力归于你，我们跳舞欢呼赞美你名，在宝座前我们尽情欢呼，颂赞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我们在你殿中，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说我们在你殿中，我们在你殿中赞美不停，在你光中喜乐无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更多的拍掌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你，颂赞归于你，能力归于你，大能归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哈
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神你拣选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你用你独生的爱子耶稣来赎回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用什么来回报你？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如同这首诗歌一样，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有时候要寻求神你的心意，或许这痛苦，或许这需要等候，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永远爱我们，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给我们的永远是最好的。求神你保守我们，将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更多来寻求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轻声地跟神说，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举起你的双手来跟神说，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彰显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耶稣，这的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我属于你
跟神说献上我，献上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向着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弟兄姐妹，自由的来敬拜他。献上自己为祭，使用我的生命，使用我，就使用我。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求上帝更多来使用我们的生命。主啊，在这个节期的当中，求上帝更多来使用我们，更多的邀请圣灵来充满你。主啊，更多的赐给予能力，能够行上帝要你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的主啊，我们求神你使用我们，求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当中，主啊，能够做你的精兵，能够为神来传扬你的福音。求神你赐给我们能力，除去我们一切胆怯的心。主啊，将你那属天的信心能够赐给我们。主啊，你也将那禾场能够量给我们。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梦想给你。主啊，献上我们的意向，你亲自赐给我们属你的眼光，能够带向你属天的目标，能够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带领我们更多来寻求你，更多来赞美你，更多来渴慕你。主啊，更多来寻求神的心意。主啊，让你的旨意能够带下来，能够带下来，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赞美你，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
再次跟神说，我的生命要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全人全心都爱你。主，让我们一生活着，除了爱慕你，主，我们要来服侍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主，我们要成为你手中的工作。主，让我们的一生所走的道路不偏左右，就是紧紧的跟随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你保守带领今天我们晚上在你的聚集，神你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不论是在我们实体的礼拜，我们网络上的敬拜，主你都得到大大的荣耀。主，叫我们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感动要来做见证的？在我们信息分享之前好不好？我们将这段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透过你的见证，透过你的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同得激励，同得帮助。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 ？OK， 好，来。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先要感谢赞美我们的又真又活的耶稣。我今天要讲的见证，就是星期五发生的事。我的小女婿，他是做土木工程的，因为他在做工的时候，被那个水泥的钢筋勾到他的鞋带，然后他是在灌水泥，然后整个人倒下去，倒下去一只脚就悬空了，还好。耶稣，我们又真又活的耶稣把他抱住了，因为我每天都为他祷告，对，然后耶稣就进入他的心里。可是他倒了以后，就是一个悬空，一只脚在上面，整个人落下去了，还有没有摔到钢筋水泥？然后他起来的时候，整只脚都不能走了刚好我们有那个 RPG， 很感谢杨牧师啊，他那时候就说有那个 RPG， 我们就跟我台中的女儿连线，赶快叫神给他医治。结果神真的是医治了，他整只脚开车回来都不能动，连坐都不下去，都坐不下去然后就祷告，神就把他医治了。照了 X 光以后，他就是说，那个骨头都没有伤到。只是那个肌肉拉伤而已。你看，我们这神真厉害，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出来做见证，赞美我们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很感谢主对，我所以说把这个荣耀归给主好，谢谢。感谢主，主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怜悯，神垂听他百姓的呼求与祷告。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要来见证分享的？好，春飞姐，来，我们请春飞姐来分享。不好意思，牧师还有姐妹们哈，弟兄们，因为我今天迟到是因为刚好有一点点事情，所以迟到。今天我来讲见证哈，其实我是上个星期本来就要来讲的，可是就很奇妙的上个星期就被拦阻了，好像刚好讲好我说我晚上要去接我女儿嘛，接回来我说我要去讲见证。他说好啊，然后走不了一点点路，然后就被别人给带倒了。人家是左转弯，我过去，所以我就摔了。摔了以后我就没法来了。对，那也很感谢神。虽然有拦阻，可是我真的觉得上帝都在看顾，在这当中也好得很快。今天特别来讲呢，就是我这段时间就讲自己的一个心得吧，就好像说之前我也觉得自己有啊，我也有在传福音呢，不管我遇到谁，我都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告诉他就说上帝有多好，我们都有在传，那个时候也感觉自己还算不错了，是这么想的哈。那后来吧，就上了课以后，你看那个牧师，然后就给自己很大很大的那个刺刀一样，就说我们是有传，可是传出去撒种只是撒出去而已，没有收割回来。那你撒出去没有收割，不等于也是没有用嘛，也是空的，好像那种感受到。尤其是为什么特别深刻是今年就是这个下半年，然后我曾经去给一个客户就是包装东西，人家是一个顾庙的一个老太太，对吧？然后第一次我也没跟她再讲，因为有一些问题。第二次她又叫我去，那我就去了。然后我有告诉她我是基督徒，然后她就听到我是基督徒很开心，然后就说我也有去过教会呢。我说啊，你家都是庙，我说你也去教会啊？她说有啊，我就是听不懂。我说你当然听不懂啦。你身上全都是我说那些东西跟着你的，你怎么听得懂？我说你要去一定要先处理你的问题。然后他就很开心，就跟我聊很久，然后我也真的也有传给他。那我回来之后，我特别感受大的是什么？就觉得说，哎呀，那些牧师都在讲的，牧师到了，他说庄稼发白了，成熟了需要很多工人要去收割。我也在想，就说。那我就是说收割，其实我都把责任推给谁？其实我这些年跟着师母跟了10多年了有真的超过10年了，好像总是把师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长辈一样然后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觉得说我有啊，我有跟人家传啊，然后就觉得说，我真的我这段时间特别感受深刻是什么？就好像说我会生，可是我不会养。我总觉得说，哎呀，交给师母就好，总是这么想，就是传福音传出去，就是没有真正用心去收割，怎么去收割回来？其实后来我想了想，收割有没有？收割真的也是要付代价的呢，收割也是蛮累的。这是撒种的时候还好，讲一讲嘛就出去了，对吧？真正收割，我就后来，尤其这次特别深刻，那个就是心里的那个领受特别强大，就是听了我们这次上课星期6的课程看他们这么个传，然后对自己也真的有赐到很大的一个激励，也赐到自己。尤其我特别想到谁，那个长老啊，周队长老是我真的是特别崇拜，也是很佩服他的一个人啊。那就这次也是。师母叫我说，不然你起来做副长。之前我当过一次，当得哩哩啦啦，真的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师母说叫我当，之前我就一直推嘛，
就不想当，就觉得说这个责任我当然当不起那种哈。虽然你看有秀玉姐他们都帮助我带领我，可我还是做得不好，真的做得不好。然后这次嘛，我就听了这样以后，然后就觉得说，不管怎样不好嘛，就再学，就当自己学习嘛，再做。我真的有心，这次是有心要接的。师母就跟我说：“那你再做一次吧。”说好。在他没跟我讲之前，我就自己就有预备，想说再做一次。然后呢，我就祷告场地，祷告人祷告场地，我怎么祷告就没场地。师母说那就教会吧。我也祷告来祷告去都没场地。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神说：“主啊，因为我自己要不要做小组，其实师母没跟我讲之前，我自己就先祷告。上帝说你做这样嘛，所以我说，所以师母跟我一讲，我就接受了嘛。然后我就跟神祷告，那我在哪里开在哪里呢？我说同工，我自己也选好几个哈，然后我说地址，然后怎么祷告都没有。有一天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叫我做是一定要做的，叫我要做的。可是我说你没给我场地，我去哪里做啊？我贝斯特来了，到哪里去啊？有一天特别强的感动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你出去，就是你去，就是叫我去。那我呢目标有几个了嘛哈，设定有几个目标，的确他们也是各自在工作啊各方面对吧？后来我想了想，上帝说叫我们去，就像去就是走出去嘛哈。那我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我说难道叫我当一的去得回来？上帝说是这样。所以我有一天忽然有个感动，我就去祷告那些人。我今天我说祷告说上帝，我今天去，明天去找那个人看好不好？这样好，我就多一个去祷告。祷告呢，后来上帝也没有说有还没有，后来我就干脆交代，我说交托上帝，我说主这样，我向他祷告的时候，谁要是有回应我就去找谁嘛。那后来我有一天就为了后勤的妈妈祷告，然后刚好打电话给后勤没接，不一会他打过来，我就说我想要去探访你妈妈。他说好啊，刚好他妈妈也回来，自住在主营这里近哈，就那感动。后来我说上帝，我说因为我要做副长，然后上帝也给我感动，叫我走出去，所以我说我想要说跟你妈妈聊一聊。他说好，真的很感谢主，很感谢主。这一次我就是那个心就是完全放下，就怎么想，反正要得人嘛，就像那个杨希如牧师也说讲，付出去嘛，就是说福气，你要送福气送出去嘛哈。我真的是想了想，我说那我去。他后来后勤也很棒，跟他妈妈讲，他妈妈说，他妈妈不敢跟我沟通，为什么？这段时间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人整个憔悴了很多哦，他就说不敢见，然后也不敢让我去他家里，说觉得家里这段时间自己也很乱。那后勤他说怕我们笑话他，后勤说不会啦，他说阿姨因为都认识，就说那我们就后来真的他说阿姨说是上帝叫他来的啦，哎呦感谢主哈，他也那他妈妈听到以后，他说上帝叫他来，他说那就所以要来，那只是不让我去家里，不让去家里没关系嘛，就外面他说地点我就去。后来我想想，我说送个东西吧，我们去了嘛，就是说的呀，你就付出去吧。所以我就去丽萍那边，就是拿了2包的水饺，就是觉得这个也还蛮实际的哈，大家都可以吃嘛。我就过去以后，后来这个事情特别激励我，我就觉得这次一定要来讲。就我们去了以后，然后住下来以后，就赶紧去买东西给他们吃嘛，因为我们去了我就这么想，然后就用了以后。后来坐下来聊下去以后，哇，他把所有的东西倒出来真的，他说自己真的不敢跟别人讲，就是很难过很痛苦后来我说你多讲出来，上帝都会知道，都知道的。我说你看我祷告，上帝叫我出去。后来我也特别体会到说，有时候我们办一个小组一样，比如说办起来。可是人家来了，人多的时候又是不是很认识，他不会讲出来，他内心的东西不会讲出来，
当我们单独跟他面对的时候，他全部倒出来。对，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释放一样，讲出来，真的很棒。那我就特别感谢主，我说主啊，原来你说的话特别特别的真实。那你看，你叫我出来，我出来就得着，而且当天哦，然后开始他不敢让我去，然后后来他说告诉我说，他真的拜到已经真的没办法拜了，在拜到真的很痛苦。他说膝盖跪到已经没法跪。我说对呀，我说因为你的方向错了嘛，所以会变成这样。你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越信越快乐，每个人越来越快乐，都为什么？佛教的，我说你会越信越痛苦嘛。他说，后来我说那不然，我说我去你家里看看好不好？他就说不好意思这样。我说千万不要讲。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特别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有智慧呢？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不知道怎么回他。他说家里不好。我说你看我们耶稣哦，他是从上帝的儿子呢，他是王呢。我说可是他出生的时候在哪里？在马槽里面呢。在马槽呢。我说我们所以在世上住哪里都没关系，唯有能够得着上帝在天上才是重点，能得着天上的那个地方才是重点。然后他听我这么讲，就回去，家里面的确也是很小因为我也知道他辛苦。然后家里就这么一个小环境，东西他收出来，你看我带回教会一袋哦，我也是拍照片给师母看，就是哪个包里面拿出来都有拜拜的那些东西，一个包一个包，什么东西都有，反正就很多很多。这里拿了这里，这里拿了这里，这里还有，那里还有，所有的角落、衣柜哪里都有这些那些拜拜的东西塞在那里都拿出来，拿了以后，他说我应该还有。我现在想不起来，他说等我应该，那已经收出来一袋了然后你看他到什么程度？放那里以后，我那时候想，我这回惨了，我怎么办？因为我还没这样子直接处理，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跟神我说主啊，我说我都来了，你叫我来嘛。那时候特别有一股力量一样，就是让我本来我对那些东西你说没有感受嘛，还是有点点会胆怯的那种感觉，总觉得说这些东西是牧师和有能力的那些长老他们来处理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为他祷告，那就是好像忽然就是全身就发热，你知道吧？发热就汗都出来一样，那就我就大声开口，就是为他祷告。然后等完了，然后我祷告主洁净这个他这个房间，然后洁净这些东西。然后一边祷告，他一边收，一边祷告一边收，收出来就一袋嘛。最后他说要我把他带走，你知道吗？这回找我说带走我哪里带呀？因为垃圾车你看还没来对吧？我说带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师母，师母刚好出去那天星期三旅游，不是星期一对。然后师母没接到电话，然后我又找潘牧师，我想说潘牧师经常处理这些问题，潘牧师刚好也没接电话。哎呦，我还想到那个翁牧师，所以我就打电话给翁牧师，我说我该怎么办？他要我带走呢，他就害怕呢。他说他看到那些东西，他说很害怕。他说姊妹你要带走，你要放在这里，我很害怕。我现在我就想来想，你看这个拜的东西，你看拜的让我们就是害怕。我也想到，我也能体谅他，为什么？我曾经我也是去拜，我当初去拜的时候什么，跑到庙里面点完灯以后赶紧跑，很害怕的，真的很害怕所以我理解他的那个惧怕。我说好，那我就打给翁牧师，我说翁牧师我该怎么办？我首先想到的，那时候也没垃圾车嘛，我就想到说带回教会，先问教会再说，教会反正最安全嘛，是这么想。所以我跟翁牧师一讲，翁牧师也说，那他也问了文师干事他说那先带回教会，我就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你知道吗？他就那个姊妹后来我也发祷告的写给他，然后就告诉他怎么因为这个东西他收完以后，他心就觉得整个空了，你知道吧？会觉得空了，都拿出，他也觉得。他说睡觉，然后家里那贴的东贴西贴那些东贴贴起来，全部把它撕掉，
他就说：“哎呦，我这样撕了以后，他说我就觉得很空，好像就是没有安全感。”我说：“没关系，过2天后我回家，我说我们那个基督教里面那些贴的东西很多，到时候给你送过来给你，你再贴。”他说好，就很开心。然后我后来他说：“那我晚上睡觉还是会害怕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只要你害怕的时候睡觉害怕。”我说我有体会嘛，我当初也曾经这样过，也是害怕的时候，我起来就跪那祷告，一跪下祷告就睡着了，什么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到第2天早上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也这样，你如果真的有害怕，你就起来跪那个床上祷告，你一祷告，我说上帝就会让你睡着。对，很感谢主。第2天他也跟我讲，他说真的是这样，他说自己害怕就嘴巴一直念。对，我说你嘴巴没有念出来，你脑子里面也在思想的，也 OK 的，上帝都知道。我说你说自己已经成为神的女儿了，你跟拜拜的已经划清界限了，没有关系了。我说你要奉耶稣的名，你说跟那些拜拜的说，你说我曾经拜过你，但我现在不拜你了，我要跟你划清界限，我已经属于神的孩子，上帝的女儿了。我说你要宣告这样子。所以呢，他也很棒，就是又身体不大好，又要看医生。那我们说实话也真的很想学习招娣长老的那个精神，你知道吧？他特别喜欢就是帮助别人，特别爱，真的是我们传福音人的榜样，也是哈。我就想到他是专门也是那个人没空就单独的去针对他嘛，对。然后我也希望说自己能给他更多的陪伴。刚好这段时间，我为什么觉得说自己可以答应哈？儿子嘛也回来很乖，就是工作接了去。那我刚好也摔倒，我也不能去做工作，对吧？干脆这段时间，所以我有时候说，所以想来想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就遇到困难，不一定是困难。遇到困难，也许上帝换一个方向，让我们去更好的一个服侍。真的，我觉得说我要好好的，我儿子要工作的话，就会说一起帮忙了，对吧？这样他就说，你不要出去，你在家就好。那我在家，你看我去陪伴还 OK 的嘛，对，我就很感谢主。然后我也说要去陪伴他，我说开车载他去，他一直跟我说不要。然后他说他自己可以，也很感谢他今天去检查，也都也跟我就是会赖给我讲话。真的，他就心就打开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主叫我们去的时候就得着人，就得着所以我们一点也不落空。所以我就想了想，我说这个见证一定要讲出去，让大家激励，真的是就是去，出去就能得着。然后还有一个见证是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我就说，以前的时候好像自己师母叫我说做怎么样。我们总是还有一点迟疑也平平安安的，是真的也平平安。可是当我这一次说，我自己发自内心的说我要出去做，我要这样子狼主也真的会有。看我忽然就得到那个什么皮蛇啊。当我在皮蛇得到以后，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其实上帝也让我们经历过，下次万一还是有些生病，我们可以真的是那种祷告是什么？因为我就是发出讯息给我们代祷组里面和我的小组，我说大家为我祷告。当他们大家祷告下去的时候，我也自己也是就奉耶稣的名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他就不长出来。然后我去看医生更奇妙。然后我就让他后来就医生再次去看的时候，医生也说很奇妙，就是这样。我说我是因为教会的为我代祷，我真的我说没有痛，我真的没有痛，每一个人都说痛，那个医生也说这个会很痛，可我真的没有痛，所以我就知道上帝在保护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谢主，谢谢春菲姐。神在适合的时间让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神也亲自要拯救他的生命。好，还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吗？好，那让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分享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18到28节。
罗马书第8章18到28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由我来攻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圣经读到这，主内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我都会遭遇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痛苦或是挫折。就学生而言，他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考试失利，譬如说考试，但是落榜了，没有考上自己心里面想象已久、非常渴慕的一个学校。也有一些学生可能是一些考试的时候期末考这个成绩考不及格被当掉了。或许对成年人来说，这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痛苦跟挫折，可能是在自己的事业方面，有些人可能是在事业方面失败，特别在这一次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当中，有听闻许多的这些企业家，中小企业，甚至一些自己开店的人，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没有办法撑下去。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遇到家庭遭遇变故、疾病或是意外导致死亡等等。难怪古人会说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10之8九。古人有说过这样的话，那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怎么样？你们有苦难。也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遭遇到不如意的困境。基督徒当然也没有办法幸免，基督徒也是人，但是基督徒因为相信人间有上帝的存在，在生活中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不会用一般世人所谓的痛苦苦难，就把它当作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就是你们夫妻相克，这个就是你们倒霉。我们非但不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所遇到的困境苦难，反倒我们会将困境与苦难当作是有益于我们身心上面的操练跟恩典。在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的8章28节，
现代的中文译本它是这么样的翻译，它讲得更清楚。他说：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都得益处。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受痛苦，我们也不喜欢遇到那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允许我们，上帝也安排我们去遭遇痛苦，让痛苦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教导者，让痛苦成为我们获得益处的资产。所以期盼透过以下的分享，我想来帮助我们在座我们的弟兄姐妹，未来当我们倘若真的遇到有苦难有困境的时候，我们是更加的有智慧，能够把苦难成为你我迈向成功迈向成熟的一个踏脚石。首先我们要想想，痛苦是一种教育吗？痛苦是一种教育，还是痛苦是一种折磨？痛苦就是苦吗？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呢？我想可能来自我们自己所犯的过错或是罪恶所造成的。在圣经的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他有提到，他说人种的是什么，然后呢收的也是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自然律，就像农夫一样，他种了这个秧苗下去之后，他所收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稻子，就是稻米，打出来就是谷子。当人违反道德的这个道德律、自然律的时候，必然会遭受到一些惩罚性的痛苦。但是痛苦有的时候也是上帝所常用的一种教育的工具。上帝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成为教育人的工具呢？他是要用痛苦来成为人的一个教育的工具，是让我们来得到提醒，让我们可以惊觉到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原来我在这个方面我软弱了，原来在这个方面我失落了，所以是在提醒人来悔改，走回来原本的正路。因此当我们遇到遭逢到这些意外打击挫折的时候，首先我们应当来思考，是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过错？其实这是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困苦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上帝他借用痛苦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帝常常以苦难成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提醒人可能处在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境当中，来帮助我们怎么样采取合适的方式、合宜的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譬如说，举我们的自己的自身的身体的例子来讲，如果说我们人感觉不到饥饿，你不会有饥饿感，你吃饭的时间到了，可是你一点都没有饿的感觉，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选择不吃东西，对不对？但是人可以多久不吃东西？我们就会忽略到，因为不感觉饿就没有进食，就没有吃东西，慢慢我们的身体就变差，慢慢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也会越来越弱。或者是说，当火烧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或是我们被滚烫的水烫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感觉到疼痛，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继续受伤，甚至于会伤得更严重。但是当滚烫的水或是火烧到我们皮肤，或是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会疼痛，我们就会逃避，我们就会离开，我们会避免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同样的，当天气开始在转变，像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未来不久就进入到冬天，一早一晚的气温就突然会比较凉。
如果当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寒冷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添加衣物。但是如果我们的皮肤一点对冷跟热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哇，那将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胸闷闷的，或是心脏有疼痛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及时的就医，避免我们的身体陷入更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边诸如看过来，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这些痛苦，其实也是一个恩典，是一种教育，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有一些危险的存在，需要采取一些合适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自己。上周六的傍晚，欧牧师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那被告知就是说，在大社教会，我们有一位年纪跟我们相仿，大概长我们1-2岁的一个弟兄，那他因为心肌炎，礼拜5的早晨在他的家就猝死。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有点惊讶，因为很年轻，大概58年次的一位弟兄。那后来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关心他一下？因为大社教会现在没有牧者，那也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常在关心这个家庭，所以我说那你就去。欧牧师就去关心，去到这个弟兄的家，他的太太就说，他前一天就是礼拜4的时候，他还有听他的先生说他头晕，然后觉得他有胸闷的症状，但是呢，很可惜他没有立即马上就去就医，他就觉得，我只要休息一下，睡个觉，我可能隔天早上起来就会比较舒缓，就没有想到他隔天早上他去工作，他们在菜市场在摆摊，在卖面条，他们在做面条的。那可能是货不够了，那太太就说：“那你回家再去拿一些货来帮忙补货。”那他就回家，就很奇怪啊，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打手机也没有人接。那最后这个太太就赶快把菜市场就先搁下，然后就骑摩托车回家，一看就在那边躺在那里了。其实更令人难过的就是他有一个领养的女儿，现在已经读国小。那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现在比麻吉还要小，1岁4个月。想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一对的孤儿寡母，我们的心真的好纠结，很难过。所以稍后我想也要请大家一起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因为太太还没有信主，孩子又这么的年幼，那未来家庭所有经济的重担，可能都会由这一位女主人来承担，所以只有要真的是求主格外的怜悯，也给他的也给这个太太慧茹，真的能够有得救的智慧，盼望他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走出这个困境，所以他也是我们列为我们的 best 当中。如果他的生命没有主，那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苦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0月10号礼拜天的主日下午，那我带着麻吉一起，我们搭火车回台东。隔天一早，那我就去到台东马街去做了例行性的那个定期的身体检查。刚好在这个期间，我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透过这个空档时间，回到了我以前服务的单位，跑到院牧部去。我想去拜访新上任的这个院牧陈牧师，那也想说顺便也去看看我的老同事所以我是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去找我的学姐去跟学姐分享我来到佑昌教会来到这边的一个服事，欢欢喜喜的去看我的学姐。但是后来当我在询问我学姐的一些近况的时候，我才知道前一阵子他们家的老二也是他们家唯一的女儿，竟然罹患了淋巴癌这个让我好惊讶，好震惊我现在会想，怎么会这样？心里在想说，主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大儿子，我这个学姐的大儿子一生出来没有多久就被诊断出就是罹患癌症，
而且医生也不看好哈，医生说这个大概活到10来岁，大概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活命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大儿子靠着神的恩典，现在已经20多岁了哈。那但是没有想到说，现在他这个妹妹，24岁的一个豆蔻年华的一个小女生，非常爱漂亮、长发飘逸的一个美少女，竟然也罹患癌症。哦，那她跟我说，前一阵子她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我这个学姐，她的先生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宣教师，他来到台湾传福音，在台东的地方，他也开拓了一间教会哈，然后都是我们的台湾人在那里聚会，他在那边牧养。那这个牧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人比较大男人主义哈，他甚至软弱到跟他的太太说，是不是我的基因不好，是不是我的种不好，所以害2个孩子都罹癌，心里很是愧疚哈。那我很好奇说，为什么现在才发现？那现在又是第几期？那我的学姐跟我说，现在已经是第4期。我说怎么会发现这么晚？这个当中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蛛丝马迹或是不舒服吗？她跟我说，就是因为女儿咳嗽了2个礼拜，怎么样治疗都不见效，所以才回到医院当中做一些比较深入一些的检查，才发现哇，肺部10几公分的肿瘤，然后连腹腔也有1颗。那医生也说没有办法开刀，只能做电疗，只能做化疗，所以他目前是积极的在做一些电疗跟化疗。我就想到，我原本是开开心心的去跟他报喜，结果没想到我好像被丢了一颗炸弹一样，在那边整个人都傻眼。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心里好难过哈，就马上牵着我学姐的手，我们就一起祷告。心里很震撼，可是还是想为学姐祷告。但是手一牵起来，要为学姐祷告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自己词穷了。我要祷告什么啊？我要怎么为她祷告？我不知道要怎么为她祷告。人话语的安慰都很有限，我没有办法用人的话语去安慰到她灵里面的需要。那我们就先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祷告，然后就方言祷告，然后再一起为着他无心的祷告。我们一面祷告，一面流泪。或许我们也会想说，这对牧者夫妇他们面临这样的挑战真的是好大。也许我们也会想说，牧师也会遇到这么大的痛苦，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会，上帝借用痛苦要来提醒我们。我的这位学姐也在跟我分享，她说，是不是上帝觉得我那个痛感的神经好像没什么感觉，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用一些事情来让我的神经有感觉。他也跟我说，他的女儿起先也没有办法相信，但是后来他现在已经可以接受，把她漂亮的头发不止剪掉，为了做化疗，现在也都全部都掉光了。但是他的女儿居然跟他说：“妈妈，其实我觉得我的光头我也很漂亮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就是说，神虽然透过我们肉体的痛苦，要来提醒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主爱亲爱的家人们，这个家庭同样需要我们为他来祷告。这样的家庭其实有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盼望我们成为他的代祷的同伴，也为着他们所面临到的这一切的事来守望，为他们做真正的祷告，也盼望上帝的安慰领导，上帝的医治能够大能彰显在这对兄妹的身上。第二，上帝借用痛苦来提醒我们要
保护自己的心灵。人之所以会遭受到苦难，往往是来自言行方面的过错所造成的。譬如说，当人违反上帝的道德律，上帝一定会安排一些苦难来警告、来管教我们。他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让我们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跟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脚步，我们要调整，我们要重新来校正，要回归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倘若上帝他没有允许苦难来临到我们，相信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上帝允许我们临到这些苦难，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不要执迷不悟。其实我们就是要回转，我们就是要思考、反省、省察自己，不要仍旧执迷不悟，不肯反省，不肯悔改。举例来说，想想看，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落跑的先知，叫做约拿。当他在鱼肚中经过那3天3夜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本一个逃跑、背离神的这个命令的人，他愿意软化，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再过来，耶稣口中有一位浪子，他同样是在饥饿的痛苦当中醒悟过来的。其实这些的圣经的记载，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的痛苦跟苦难，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而且有它的存在价值，都是在帮助我们，叫做校正归回，重新回到神的道路当中。所以当我们在遭受痛苦、挫折跟打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是一种自怨自艾，我怎么那么倒霉，是不是我基因不好，还是我做了什么错，所以我就报应了，我就得到报应？不是的，上帝借这样的事情来，是在提醒我们，是在管教我们，是要我们调整自己的脚步，重新回到正路的当中，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灵。当上帝用苦难成为一个教育的工具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必然会经历到，其实痛苦不是灾难，痛苦也不是处罚，痛苦更不是报应，痛苦是一种恩典，是上帝所赐，让人能够重新得到力量，让人重新得到的恩典。想想看，是啊，在我们的当中，也或许有一些主内的家人们，我们就是正处在难处中，我们就是在那个痛苦当中，可能就是在那个危急的当中。但是别忘了，刚刚我们的姐妹也有见证分享，就在那一刹那，神就成为我们的拯救。可能有一些痛苦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的因素，也有一些可能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工作上的难处。我想让我们将这些难处通通交给主，让耶稣来为我们承担我们的难处，让我们依靠上帝去解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让上帝来承担我们自己所不能承担的难过，让上帝来胜过我们自己所胜过不了的软弱。松手吧，让大有能力的帮助者来介入我们的需要。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要花时间来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你有没有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或是在你的周遭有什么样的人，他就是正处在这个困境当中的？好不好？用一些时间，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所知道的人来祷告。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需要神的爱，他都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你要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来自人安慰的话语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你的安慰临到，主就能够切实安慰到人的心灵。神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谢谢神，将我们自己本身仰望在神你的手中。主啊，你来你来看顾细察你的儿女。主啊，让我生命当中有什么不完全的，主你来挪去，你来挪去。主啊，有什么不讨神心意的，主啊，你让我在你的面前全人全心，主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来献上祷告，求主你赦免，求主宝血洁净，主啊，身体的一些不舒适的地方，求主你完全彰显你大能的手来医治。谢谢主，谢谢我的神，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哈利路亚！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从头来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宣告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宣告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再一次的宣告，更多的来敬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我们的盼望在乎主，我的盼望只在乎。我们的盼望，大声地说，我的盼望只在乎。同声的来祷告，为着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安，灵里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同心也要为着我们荣慧师母昨天完成清创手术来祷告，盼望她的手术术后的复原能够快快的复原，伤口的愈合在主的保领当中能够很顺利。我们也要为着蔡明贵姐妹的身体来祷告，让她足够的抵抗力跟免疫力，也为着我们的干事明家姐妹她正在复健来祷告。特别刚刚牧师有提到的，我们为着卫福在弟兄的遗嘱祷告，我们为着马汉静姐妹淋巴癌第4期来祷告，举起我们的手，1、2、3，一起来祷告。主啊，主，我们将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带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奉你的名，将周报上所刊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体，全然仰望在主手中。主啊，你透过现在的医疗成为他们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垂听人祷告的神，你是医治人的主。主啊，你当时是如何医治瞎眼的，让他们可以看见？主，你怎么医治瘸腿的可以来行走？主啊，你让死人能够来复活，照样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奉主的名，将这些身体欠难的人带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你大能的手来复辟，大能的手来抚摸，大能的手来医治。哈利路亚！主，我们也为着荣慧师母她的身体来献上祷告。昨天又完成了一次的清创手术，神你恩待你的女儿，也恩待你的使女，主要让她术后复原都能够顺利利，早日康复，强健她的脚。主要你使用她的脚更加有力，透过复健也好，主要透过她所吃所喝的那些饮品也好，都为她的身体来效力。哈利路亚！主，我们恭敬的将蔡明慧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主手中。主啊，求你加添给她足够的免疫力，足够的体力。主啊，我们也要将你加干事仰望在主面前，求神亲自保守这段时间她在复健当中，神你全然医治，透过复健让她整个身心灵都得到神所赐的健康。我们也将马汉季姐妹淋巴癌的第4期仰望在主面前，神你恩待你仆人的家庭，你也恩待他的儿女。主，将这一对的兄妹仰望在神面前。主啊，癌症不能打击我们服侍神的心。主啊，就将他们2位的身体全然交托仰望，神你大能医治的手要全然的来保守来医治，主要让这些癌细胞不再成为他们身心灵的累赘。主啊，全然的康复，全然的祝福要临到主你的儿女。谢谢主，也将卫福在弟兄他的遗嘱仰望在主手中。主啊，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主，我们把他列为我们所关心的传福音的对象。求你感动他的心，也将这个礼拜6他先生的丧礼仰望在神面前，愿神透过你仆人安慰的话，主要让他们的心能够得到神满满的安慰，给他有盼望，有盼望。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谢谢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宣告一次我们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继续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台湾来祷告，为着我们的疫情受控制，疫苗覆盖率提升来祷告，也为着列国来祷告，许多国家都有疫情，我们
们也为着这些国家来祷告，为着世界各国的疫情可以得舒缓，我们同心来为着世界来代求，为阿富汗、缅甸的政局可以早日平复，为当地的基督徒得平安祷告。同样，我要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来祝福。特别我们教会明年就是我们的70周年的这个周年庆，所以特别为着我们教会内造的事工，我们同心祷告。每个礼拜六从10月2号一直到23号，每个礼拜六我们有幸福小组的线上研习，我们为所参加的人能够有好的领受，为整个线上的聚会都可以顺顺利利祷告。为我们教会今年度的长子改选10到12月，我们这一些的预备期间，我们的整个的正式的选举都能够圆满顺利。为着我们70周年的各项事工的筹备，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教牧团队、办公室、我们的长职、小组长、区长、副长等等有参与在服事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谢谢主，谢谢神。主啊，你是爱护我们台湾本岛每一位居民的主，主你同样也是爱着主世界的列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百姓。主，我们要为着这些世界各国的疫情能够获得舒缓来祷告。虽然许多的国家还在疫情严峻的当中，但是神我相信，主啊，你也透过许多的这些相关的医疗团队来成为他们各国的帮助。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台湾这个整个Delta的疫情可以得到控制，主啊，整个疫苗的覆盖率可以提升，来线上感恩。也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所注射的药物，主啊，能够成为我们身体的帮助，产生抗体。主啊，让我们不受到这个疫情的侵袭。同样的，我们也将列国仰望在主面前，主啊，列国他们的疫苗、他们注射的情况，求主你也亲自来恩待。我们也将阿富汗、缅甸他们的政局能够得到平复，线上祷告，希望在当地的基督徒，主啊，你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平安。主啊，我们也恭敬的不只是将国家、将列国交给你，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每一个礼拜六所举行的，奉主的名要来祝福每一位参与在其中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通通的来饱饱足足的回去，领受幸福小组的这些实用的诀窍。主啊，就好好的用在传福音的当中。主啊，愿你来兴旺我们的教会。所开设的每一个幸福小组的 guest 都要蒙神的拯救。主，我们也将教会今年度我们的长子改选仰望在主面前，从提名到正式的选举，主啊，每一个过程你来看顾，你亲自兴起同工。我们也将整个所要选举的过程都能够顺利圆满来线上祷告，将我们的教会明年度的70周年仰望在主手中。主啊，各项所进行的筹备的事工，神你带领。我们也恭敬将我们的教会、教牧团队、长职团队、我们干事团队、什么牧养团队、事工团队，主全部都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每一个团队，我们彼此有美好的连结，好的配搭，让我们的服事是好上加好，成为荣耀主你的教会。谢谢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继续为我们教会的外展事工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各项外展事工来祷告。疫情的趋缓，让我们可以开始出来服事，也愿这些所受到服事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被喂养，他们的心灵得饱足，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再一次能够被提升，或者是这些还没有信主的，
当他们与我们一同接触的时候，神的灵就要感动他，更加越发的喜爱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同心来为着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我们教会各样对外开展的事工，神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不只是生命教育的事工、得胜者的事工、校园祭坛的事工、赞美操团队的事工，主啊，每一个组别他们所各司其职在其中，在分享福音，在分享这个教会的一些美好的事工，同时神你都要使用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透过我们门训，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越加的看重为神的服事，对人委身的侍奉。主啊，将所有教会内外大大小小的事工仰望在神手中，愿你亲自来祝福的教会。在明年70周年，我们要将这些事工成为一个美好的礼物，献在主的面前。主啊，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愿许多的灵魂加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生命都能够重新被主来塑造，更加完全，更加进步。愿神使用我们神手所做的工，主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坚固。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宣告主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最后一次对主说，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啊，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主啊，即便我们落在困苦当中，主，我们的眼睛都要定睛向着你。主，哈利路亚！你是那位得胜的主，得胜的君王。你要让我们就把我们从那个淤泥当中带起来。谢谢主，使用苦难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你的慈爱、你的护庇、你的保守、你的带领。让我们经历过这些试探苦难之后，主，我们转过身来，也能够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哈利路亚！使用我们成为主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当我们在散会之前，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阿门。拍手，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愿神的平安临到我们，也透过我们临到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位，哈利路亚。